海认为是世界上储存二氧化碳上最天然仓库，防存伫海底拿碳，方认为是减慢气候变迁最佳解方。珊瑚礁、海龟甲海洋池，拢是维护健康的拿碳生态系重要的关键。采访团队特别去拜访这个海洋的拿碳精灵，记录因伫生存的危机之下对抗威胁的生命力。先来讲珊瑚，台湾是全球第一个记录到珊瑚生卵的地点。因选伫同一天、同一个时间集体大量来生卵，将做一个海底奇景。但是因为人为的干扰甲气候变迁年年一直冲击，珊瑚嘛当面临死亡的危机。即卖有真侪保育单位是咧进行着珊瑚的保育，那海生馆的研究团队是为珊瑚进行人工生殖，希望来扩充着珊瑚的多样性。今日节目一开始，咱就做伙来听大海的心跳。世界上第一个记录到珊瑚生卵的所在，就伫台湾。珊瑚真拄好，拢经历同一天、同一个时间集体大量生卵。是什么特殊的力量？40年来，咱拢不傻傻。在农历3月23号妈祖生的这一天，听说入夜之后水温下降，现在开始空气里弥漫了一种好像类似海鲜的这种气味。听说就是珊瑚要释放出要产卵的一个讯息。现在研究团队他们已经准备要下海来去找珊瑚。整理创水装备的是海生馆的王立山主任，带研究团队行出实验室出海记录。对着长水湾伫暗暝落海，点一波声，说到在回环，海底的生日 party 就要开始。根据太阳下山跟月亮上升的这个时间点的黑暗的长度，跟月光的光亮的亮度来决定它要不要同步产卵。伫黑暗中，手电仔照落浮游成本，拢看现现。海底有一寡臭臭味，一阵低温就出现海底夏季雪。上万粒粉红色的云点飘散伫无尽深海，为着克服无法度所当的欠点，珊瑚采用两海战术。虽然有用心者想要趁机会食一顿饱，也会当靠增肥的高浓度来增加受精的成功率。海底成空原来是为着生态克服大自然困境的结果。不过，珊瑚新生的希望所对得着挥别的脚步。参战游客为海岸边搭石搭行入水，却想袂到石搭顶悬的珊瑚，恐惊着安尼来死去。刚刚有看到说，这里其实发生了很多变化。没有办法控制好它的中性浮力，可能脚就不经意的会踢到珊瑚。对，甚至
在之前的过程中也是，你可能没有办法判断长蛙的长度，那你在休息踢水的过程中，可能它就不经意的踢到珊瑚。住伫东北角的 Grace 是长水教练，无奈点出长水佮创着选学的生存危机，感慨真深。之前这边很多的海葵、小丑鱼也都开始几乎看不见踪影了。整个人类这样子的一个破坏，我觉得就是你看到这个生态的变化，它没有像以前那么的好。所以我们很常听到在地人就说：“哎呀，你们说现在很漂亮啊，我们30年前更是漂亮，满满的珊瑚，满满的鱼，满满的龙虾。可是现在就不像以前一样。”海洋生态快速恶化，人说是加害者。爸爸妈妈在教育小朋友的过程中，他们其实不会去给予太多，比方说宣导说，其实我们不用把巨鲸蟹或螃蟹一定要抓回家。海洋教育其实是非常薄弱，他们甚至把一个缸搬来，他们捕捞到的鱼啊、各种东西啊，然后就丢在那个缸里，然后任凭由它死亡。愈来愈多人亲近海洋，是以海强捕，嘛是消费海洋。其实是蛮两难的，就尤其是自己在地的时候，你在看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也会蛮纠结的，有怎么样去做才是最好的。即卖因那是唱水店的头家娘，也伫片头角公园的边仔经营一间咖啡馆，希望导入海洋教育。赶快伫台湾各地研发，继续关心珊瑚大生态的，也有中研院的陈昭伦老师。如果说游客他不按水性的时候，他常常会就是很自然的、不自觉的，或就站在那个珊瑚上面，它就会造成那个珊瑚的踩踏，珊瑚的上头就会产生像赖痢头一样，就凸了一块在上面。像二柱珊瑚，这样都是很零星的长在岩石上面，那你稍微不小心一踢，它整个就会被踢起来，它就会断枝。礼貌要有，你今天去访问珊瑚的家，你不要直接踩在珊瑚上面。这个家建造这个家的主角叫做珊瑚跟其他的海洋生物在这里面。深耕珊瑚生态多年，伫全球暖化基地了后，万归秋田，针对活动这是严密而且有毁灭性的。过度渔业捕捞，第二个叫做污染，第三个叫做这个栖地的破坏，然后其实最后一个才叫做气候变迁。像这个这个就是下面的珊瑚。这个已经白了，这个已经死掉了。对。估计有200吨的珊瑚，因为连续2吨的高温白化，就安尼死亡。这是北台湾珊瑚缩影。5月底6月初开始，这个温度就突破了28度这个界限，然后一直到在那一年的将近9月中的时候，温度才开始降下来。监测数据显示，片头角上悬的水温32度，野柳甚至来到34度。在2011年一直到2021的10年当中呢，出现低于18度的时间基本上零例。也就是说，台湾的东北角跟台湾的北部是逐渐失去冬天的这样温度的条件。他们可能过去几百年甚至几千年都没有经历过超过30度C的这种水温。东北角的珊瑚，一年有4个月时间，都亲像是浸伫温泉内，珊瑚无地走。珊瑚礁生态系是第一个会消失在这个地球上面的生态系。观光，我们的渔业，还有我们今天看到这些海岸的黄覆，全世界大概有10亿的人口，最主要就是这些太平洋岛国、印度洋岛国跟所谓的这个加勒比海这些岛国的国家的这些人民都是依附在健康的珊瑚礁生存，所以今天要有健康的珊瑚礁，我们人类的生活才有办法健康的活下去。大自然带来的危机，加人为迫害，年年受到冲击，珊瑚无法度自救，敢若会当靠咱。采访团队对着海参馆的研究正面出海，近距离观察珊瑚的生存危机。珊瑚受到真济危害，除了为源头压制人为迫害，接触珊瑚人工生态也是积极的做法。我们现在跟着海参馆的研究团队，现在来到是垦丁入水口外侧的前店。现在研究团队他们准备了一些东西，要到海下来去做珊瑚的采样。老师，我们现在准备的是哪些东西？
我们现在准备了要收集珊瑚精卵束的装置，等一下要下去布放。那这个会架离心管在上面，然后我们去更换这样子。好，那我们就一起跟研究团队下海去。肯定的海底，珊瑚大地形变幻多姿，亲像深海玫瑰，缤纷个美丽。研究人员详细找找目标，记者对你记录珊瑚珍贵的景象。研究员伫一张珊瑚带边仔停落来，开始布置作业。有点像纱网之类的材质，我们会把它围起来，然后上面有一个圆形的固定的一个塑胶块，然后我们会把我们的50毫升离心管插在这上面倒扣，所以这个卵慢慢的浮起来的时候，就会到这个50毫升的离心管里面。放好网底，准备好势，期待珊瑚生卵。研究团队的目标是想要收集精卵束，为珊瑚进行人工生团。有性生殖的这一部分，增加这些不同珊瑚的基因多样性。用我们养殖的共生藻，然后去改变里面共生藻的不同的品系，让它有机会可以筛选出来，能够对抗不同逆境的珊瑚。珊瑚以软海战术释放中，其实它的存活率很低，人工带回去实验室培养的话，可以大量增加这些珊瑚的存活率。含接款的珊瑚风景无同，以无线生团插基珊瑚珠，分布伫无同的栖地，拓展珊瑚数量。老师透过人工介入，有线生团培养更较侪种类的珊瑚，虽然会当抵抗长期基因，因应愈来愈大的生存压力。救珊瑚嘛是咧救人，因为热带海域三大生态系统，包括珊瑚礁、海藻层加红青蓝，欠碳率真大，会当吸收超过551吨的二氧化碳。它被称为海洋中的热带雨林，然后可能其实现在可能更胜过于热带雨林，因为珊瑚体内有住着共生藻，珊瑚是动物，共生藻是植物。那植物其实会行光合作用，利用到二氧化碳，然后把它变成葡萄糖。然后再被珊瑚利用，生物是会来吃珊瑚，然后利用这些循环，可以增加海洋里面的二氧化碳被利用。全球统计为数据显示，海洋伫10年来吸收全球人类17%到2%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全球8成的碳被保存伫大海中，海洋作为世界上上大活性炭的仓库，是放慢气候变迁上好，而且是以自然为本的解决方案。这项钠碳被认为是减碳的关键战略，也就是保存伫海洋生态系统中的碳。这是什么东西？那个珊瑚的卵，是它的切面，是不是？对，在断面的前面，然后我们就可以判断它里面是不是有那个成熟的卵。等下到研究室，珊瑚的根本就是人工生团的新型希望。从野外把刚刚采集的目标物种拿回来，会剪一块组织下来，观察一下它里面有没有已经准备好，可能在最近会有成熟的卵。行之下，珊瑚茎展现真红的细叶力。粉红色就是受精发育已经2天的珊瑚的胚胎，那它已经有一些微的运动能力。然后理论它在自然界会在水层中浮游一阵子，然后找到合适的环境之下，就会变态固着，发育成一个我们看到的珊瑚。珊瑚卵漂浮伫海面发光，伫海底研究团队等咧捕蝇。一颗珊瑚可能有好几10到好几百个珊瑚虫，然后同步释放在水体中，其实数量是相当惊人。
在同步大量传染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看到海面上是会有浮出粉红色或是白色的卵细胞在水面上。那当然，其实它的受精率跟孵化率跟那个着床率其实很低，那可能也许只不到1%这个百分比。那我们如果带回实验室，可能至少可以提高到3成到5成的繁养殖成功率。经过学者多年的研究，山蚵当季生卵的基本豆豆被透开。那在这个农历3月23，它是一个相对大潮水的时候，那理论上涨退潮这些会带动流，然后会让珊瑚比较容易在受精过程中有比较好的混合。随着水温渐渐变热之后，珊瑚体内里面的这些卵跟精子就会慢慢成熟发育，然后等待着这个要同步产卵的讯号。向着新鲜的山蚵卵冲化压缩，山蚵宝宝开始新的生命篇章。这场生日演出需要咱的守护，才会当伫每一年拢花彩登场。